唔知大家有冇試過俾其他團隊邀請做一個早會分享，又或者喺商會入邊做一個8分鐘嘅銷售演講呢？今日同大家簡單分享3個小點子，幫助大家提升自我介紹嘅成效啊！技巧1，大家好，我係 Steve Yu 啦。Steve Yu 就係 Steve Yu，唔好喺後邊加個啦字。技巧2，有冇見過嘉賓2隻手揸咪呢？其實支咪單手揸都唔會跌㗎，另外一隻幫助你進行一個 presentation。技巧3，切記將好多嘅資訊擺喺你嘅 PPT 入邊，用一個每年好細隻字嘅形式，譬如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去咗唔同公司嘅旅行，獲取咗唔同嘅獎項等等。當中有3個小技巧：第一，自己張相一定要帶；第二，將唔同嘅信息進行整合，譬如 MDRT 嘅次數啦、旅行嘅次數啦，或者團隊嘅人數等等。第3，將你嘅亮點突顯出嚟。我就好簡單嘅啫。105次捐血，200磅跑全馬拉松，呢個就係我嘅亮點啦。咁而個人介紹呢一版咧，都好容易咧俾人影相㗎。咁所以呢一版咧，記住以一個海報頁嚟到呈現出嚟。如果大家都想優化你嘅個人介紹 PPT 嘅話，不妨 send 俾我，我俾一次免費嘅意見你啊！